日咧 Lily 嚟到港珠澳大橋橋頭堡嘅位置啊，你睇下前面咧就係港珠澳大橋非常之壯麗嘅海景啊！接落嚟咧 Lily 咧會將每一個戶型詳細咁同大家介紹，跟住嘅 Lily 嘅鏡頭走啦。我哋依家呢間咧110個方，景觀非常之靚仔嘅港珠澳大橋景觀。呢邊都係房，都係睇港珠澳大橋景觀嘅。呢間咧216個方嘅，呢個戶型咧每一層得20幾間啫，全部都係三梯3伙啊！一層樓咧就得3個戶型，然後呢邊咧套房設計嚟嘅，帶埋浴缸。再返嚟睇下嗰個客廳嘅景觀啦。呢度望正咧港珠澳大橋海景。客廳嘅景觀，呢度仲有個茶房。呢間咧168方3房嚟嘅，呢個係示範單位嘅交流標準。呢個係單邊位，同時都可以望到港珠澳大橋景觀嘅，非常之靚仔。你睇到嘅標準咧，就係你以後交俾你使用嘅現樓嚟嘅啦，所見即所得啊！入邊咧仲有3間房嘅。第一間、第二間，呢個係套房嚟嘅。